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經大排檔。如果你以為今次追稅事件只係香港保單突然出事，其實唔係。我哋先睇翻2026年呢條時間線。1月，中國稅務部門提醒居民自行翻查2022至2024年嘅境外收入，有漏報就補翻申報。5月開始打擊非法跨境證券活動，富途、老虎證券、長橋等平台先後被處罰或者整改。6月，連部分專業投資者間接投資海外股票嘅渠道都開始收緊。7月，輪到離岸信託。8月，再出現向部分香港保單收益徵收個人所得稅嘅案例。歷時8個月，由境外收入、海外股票、離岸信託一路去到香港保單，分開睇，每一單都只係財經新聞，擺埋一齊先見到真正值得問嘅問題。點解一批本身存在咗好多年嘅稅例同監管，偏偏2026年開始一樣一樣收緊？更加關香港事嘅係今次受影響嗰批高資產人士，正正係香港近年最努力爭取嗰批客。今集我哋會講3樣嘢：200萬個千萬資產家庭被嚴查，究竟有幾真？明明稅例同資料交換制度一早存在，點解今年先突然認真執行？同埋，如果內地有錢客真係開始受影響，香港會受幾大衝擊？首先我哋講下呢個數字200萬，呢200萬唔係中國政府公布嘅追稅名單，個數字來自東亞銀行胡潤財富報告。報告估算，中國大約有200.5萬戶家庭，總資產達到人民幣1000萬元以上。但係要留意2樣嘢，第一係家庭，唔係200萬個人；第二，呢個統計包括香港、澳門同台灣。如果淨計中國內地，大約係162.5萬戶。所以中國大約有200萬個千萬資產家庭，有數據根據，但係冇證據話呢200萬戶全部而家正被稅局調查。真正值得留意嘅係，中國的確有一個以百萬計資產去到千萬級嘅家庭群體，而有能力將部分資產放去境外嘅人，正正係香港保險、私人銀行、基金、家族辦公室同財富管理業最想要嗰批客。所以今次就算唔係200萬戶全部被查，只要其中一部分人開始重新去諗，仲值唔值得將咁多錢放喺香港，對香港已經有影響。但境外收入要交稅，其實唔係咩新鮮事。中國居民個人嘅境內同境外所得本身已經受個人所得稅制度規管，海外股息、利息、物業收入、股票或者其他資產轉讓收益，本來就可能需要申報。咁條例一早有，點解以前冇今日咁大陣仗？要回答呢條問題，就要講 CRS。CRS 全名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， 意思係金融帳戶資料自動交換制度。第一批國家例如英國、法國、德國，2017年已經開始交換。中國同香港就喺2018年開始。個流程可以簡單理解成，金融機構先辨認客戶係邊個地方嘅稅務居民，合資格金融帳戶資料定期報俾當地稅務機關，再按交換安排送翻去相關稅務居民所在地。所以 CRS 唔係2026年先有呢張網，其實好多年前已經鋪好。但 CRS 最容易令人誤會嘅地方係，自動交換資料唔等於自動逐個人追稅，唔係有100萬個海外帳戶資料入咗系統，電腦就即刻自動開100萬個 case。稅局收到大量資料之後，仲可以做資料整理，同本地報稅資料配對，風險分析，再決定邊啲個案值得跟進。所以 CRS 更加似一個越堆越大嘅跨境金融資料庫。2018年開始有資料入庫，唔代表2018年就要逐個人追查。但係由2026年開始，稅務機關開始更加積極將多年累積嘅跨境資料用落境外所得執法。睇翻1月就好清楚，第一步唔係公佈捉到幾多富豪，而係叫居民自行翻查2022至2024年嘅境外收入，有漏報就補翻申報。換句話講，你自己報嗰套數，同稅局手上嘅跨境資料最好對得上。一句講晒，今次轉變將網一早鋪好，而家開始密密收網。去到5月開始由收入申報去到資金真正出海嘅渠道，富途、老虎證券、長橋等平台被處理。但核心唔係中國人突然唔准買美股，而係境外券商喺內地提供跨境證券服務，邊條線可以做，邊條線唔可以做，開始重新劃清楚。
部分舊客仍然可以賣出提款，但新增資金或者新增持倉就受到更多限制。6月再行前一步，連一啲私募基金原本唔直接買海外股票，而係透過券商合約間接取得美股回報嘅方法，都開始收緊。即係今次唔止普通散戶用 App 買海外股票，連專業資金繞道出海嘅方法都開始重新劃線。7月24日，輪到高資產人士經常會用到嘅工具離岸信託。以前有人可能會覺得一件資產升咗值，只要仲未賣，先將佢放入海外信託，個人要計稅嘅時間就可以推遲，或者變得冇咁直接。但新規將呢個位寫得更加清楚，將一件已經升值嘅資產放入離岸信託嗰一刻，本身就可能要就之前累積嘅升值計稅。而資產放入信託之後，信託入面再產生嘅股息、利息、資產轉讓收益，亦有相應申報安排。所以真正嘅改變唔係離岸信託突然抽20%，而係將資產放入信託同信託之後產生嘅收益，連幾時要計稅都寫得更加清楚。去到8月，終於去到香港觀眾最熟悉嗰樣，香港保單、北京、杭州等地出現向部分香港境外保單收益徵稅嘅案例，但又要講清楚，唔係你買100萬保單，政府就直接拎走20萬。目前焦點係部分收益，例如某啲利息、股息或者回報性收入，唔同類型保單亦唔可以一概而論。消息一出，保誠、友邦保險以至部分銀行股都受壓。市場真正驚嘅唔係今次一張保單要補幾多稅，而係如果香港保單其中一部分吸引力下降，內地客仲會唔會買得咁積極？因為呢批客對香港保險業佔嘅比重真係唔細。2025年數據顯示，以友邦香港為例，內地訪客貢獻咗大約51%新增業務價值，即係差唔多一半。而呢批內地客嘅新增業務價值仲按年升咗35%，即係去到北京今年開始收緊跨境財富之前，內地客唔單止仍然係核心客群，重要性仲喺度增加。所以今次保險股有反應並唔難理解。不過保險其實只係其中一門生意，更加大條數係財富管理。香港近年一直做幾樣嘢：搶富豪、搶家族辦公室、搶私人銀行客、搶跨境財富。而2025年真係俾香港搶到一張幾靚嘅成績表。2025年香港跨境財富規模去到大約2.95萬億美元，首次超越瑞士，成為全球最大跨境財富中心。更加關鍵嘅係，超過60%跨境財富來自中國內地。呢個數字先真正解釋到點解中國一收緊境外財富監管，香港市場會咁敏感。而香港整體資產及財富管理規模亦已經升到42.2萬億港元，私人銀行同私人財富管理就有12.9萬億港元。所以件事最矛盾嘅地方就係香港啱啱做到全球最大跨境財富中心，財富管理規模亦創新高，但偏偏香港跨境財富最重要嗰批內地資金而家開始被收緊。但又唔代表內地富豪以後唔嚟香港，香港吸引佢哋嘅唔止係稅務因素，仲有多貨幣配置、美元資產、保險、財富傳承同私人銀行服務。所以監管收緊唔等於香港突然冇晒吸引力。呢次事件對香港真正嘅考驗係，當海外財富越嚟越透明，香港本身嘅吸引力仲夠唔夠留住呢批客？如果以前有人覺得錢放到海外之後冇咁容易被查到，咁呢種想法而家就越嚟越行唔通。但係有一點要分清楚，內地一邊收緊私人資金出海，另一邊仍然支持香港發展 ETF、人民幣產品同中港金融互聯互通。所以唔係話香港金融中心唔重要，香港仍然要做國際金融中心，即係內地人放喺海外嘅私人財富，而家會被睇得更清楚，管得更緊。香港照樣可以做融資、離岸人民幣同跨境財富管理中心，但2026年開始，錢去咗海外已經越嚟越唔等於內地睇唔到，所以香港最後要靠嘅就唔可以只係一道深圳河，而係香港本身仲有幾多理由值得最有錢嗰批客將錢留喺度。今日嘅內容就去到呢度，如果想睇我哋嘅其他影片，可以留意屏幕上嘅推介，記得訂閱呢條頻道、讚好同轉發呢條影片。呢度係財經大排檔，我哋下次再見。